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意权阿權妹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啊，我同大家來紹介一個樂團，呢個樂團我知道俾你一種同親切嘅感覺。親切有可能係因為加到嘅團名，咩有可能係因為加到嘅音樂。啊，唔過我知道加到嘅團員，係我知道親切嘅部分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好好來紹介加到細細嘅來分享民歌採茶樂團分享。大家好，我哋係民歌採茶樂團，我係主唱英傑，我係吉他手，我係劇少，我係貝斯手玉良。哦，分享三位，基本亦係民歌採茶樂團50地度，其中30先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，好冇？係啊，家下啲鄉親朋友有注意到冇？人家下年年咩全部都係太普強。係啊。誒，故上今日嘅節目當中，就要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嘅樂團民歌採茶哦。一開始先來講一下，聽講有一個聲音，千組的代表亞洲嘅樂團，好冇？哦，係乜嘅聲音？情哦，唱賣茶，唱賣菜啊你。哦，又係客話，就係意思就係講遲遲嘅嘅意思。再講一擺。情哦，其實賣菜仲有個 slogan。對，像俺廟裡就會有一個阿姨，佢就會送定嘅菜，就講水辦的哦。差唔多嘅意思嘛，錯冇？而且韓國糖果聽說這個玉良哥來係咩聲音，錯冇？其實係吃細漢5歲左右，俺就同爸爸去賣菜，係俺到位嘅時候都幫佢學。哦。俺就學咧，俺就個聲音較關係。哦。俺冇去學冇母唱啊。哦，那不然俺堂那團長就是哥哥來喊一下。喊咩嗎？吃喊一下。情哦。有聽到有另外一種共鳴的聲音。好啦，中晚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呢，大家應該有看到我們的這個玉良哥，還有我們的客少團長，有看到人家的sản婦哦，有做一個衛生裙，入衛生裙當個有一個名詞，呀，係乜嘅意思呢？民歌採茶啊，就阿民歌啊。係阿民歌係你哋嘅爸爸，係嘅名。爸爸嘅名誒，啊爸爸頭擺就會4點採茶，啊到夜下就問這個玉良大哥。其實這開始唔吃採茶，這開始去學到位。嚇！係咁民國63、64年左右嘅去學到位賣。頭擺係去定好多擺，啊下後將變做採茶。累慘咧，太怪啊！啊唔過採茶到夜下啲董事喊係啲嘅事，錯冇？係。就是玉良哥負責。哎，你媽都是，都你媽50萬年嘞，係是爸爸都了時啊嘞。哦，啊唔過其實像一下，我就一開始就想講，採茶要算落係乜嘅東西，就像我都冇理，我已經當少看到採茶按用嘅方式，佢算落做乜嘅東西，也就蔬菜，係咪要採茶技術啲嘅做？要頭擺交通較無咁好啦。俺有得歡迎家看唔曉騎車啊，唔曉坐巴士咪冇法度。哦，俺用採茶去打菜來，俺去賣本街鄰里裡面這樣子。哦，就做得很深入，哇，好可愛哦！壓胸片，要真嘅都係當到阿姨啊、阿婆啊，家都來買菜。放當細條啊，俺其實要當到種啊係老人家，因為佢本身吼，佢行動較無咁方便。係，所以講跟採茶10多間門係都是這樣賣菜。好可愛哦！故作也對佢來講，就像壓下嘅外送的感覺。係，就我們的生鮮外送。到頭擺講，聽講要欠物價啊，我打電話跟人救援。哦，我想到救援要到死。就打電話來救援，佢講咩講？頭上我拜家啦，我講係藥當到廟，做善生啦，咁講初二十六我拜家，係叫我打電話來聽到頭上啦。嗰時候乜嘅都賣，採茶唔單唱賣菜，這樣開始賣是賣菜，係賣雜貨。哦，係個茶股款嚟。日用品就錯嘅，加到嘛四條南毛嘅洗髮粉，係
我知道绿色的 nice， nice。啊，Michael 都天哪，应杰知道吗？你有听过吗？啊，冇聽過，對咩嚟嘅石頭嘅？天哪，硬咩有聽過呢？係，嗰時將對講開始，按 Hellboy 嗰邊講熟士得調價，按伊家講，誒唔使試下看賣魚啦、賣肉啦，試下看咧，啊伊就變開學到歪，好按到特位寫啊，按到寫嚟，差唔多賣要3-4年咧，啊要個架檔訂，我去上去了，嗰度忘落去了，就跌倒，都不起來。哦，觀察它安全啊，每做在它的東西啊，所以啊，乜嘅肉啊、頭上啊、有條菜啊、有條全部都有。啊，就本呀，董事有條蔬菜清風片，有條阿公阿婆咩凍風片，做得一出門就做得去 shopping，好冇？一出門就做得去買。像我起碼嘅通天花都有咧。係啊，嗰時候有隻樂團就係研究，人爸爸有隻菜菜，有隻名嘅。嗰時候來創有隻團，啊唔過其實我哋有隻團係韓國有種專輯，基本要我同大家分享嘅有種專輯，係民國菜場樂團咩係有團長有到 T100發專輯，錯冇？係 T100。T100啊唔過其實有到對東九以前就開始啲嘅教音樂嘅。係。哦。以前都教華語啦，以前寫都係華語嘅歌啊，係。啊，後尾有人開始寫客歌啊。啊，做乜嘅？下後尾有一隻樂團嘅創立咯，就想到講愛創立，啊就想要創立，難怪沒有辦法回答，有冇？啊就想愛創立嘛。咩？嗰時想講，其實寫華語寫很多年嚟啦。啊，發現講其實那是個抗議吼，然後說我們自己的母語啊，係其實是一生氣啦，係以氣壓可能嘅。啊，寫是當然，一開始係捱到唱，以前已經。將一開始嘅時音嘅係朋友啊，喺捱到唱，係啊，喺不多叫做學藝界學吉他嘛，啊想話哎呦，你唱歌又冇買聽。嗰時候應該係算是學生咯，你還未係，你還未係，你還係啲嘅學吉他。冇啦，咁冇啦，我哋冇咧，你冇咧，我班機咧，吉他班機咧。好玩嘛？啊，唔過應節家最重要就家講嘅啊，一開始節目係問開始嘅時候有啲嘅大嘴鼓，有講到吼，大家就同談應節法，做乜嘅？因為年紀有差。係啊，幾歲好係咩？因為應節係啲嘅讀書誒，錯，咩係太學幾年生？人哋太學3年生。2年我就畢業了。哇塞，太長哦！嗰種時有冇來到一隻隔壁開起來，你知道已經是同年紀有一些些差咧。這個樂團裡面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以前係同課室老師，我頭先講嘛，學吉他。有一年嘅彈，佢都講啊，我哋如果而家樂團，按哪一來喎？那試看喎。我想講。冇看樂團，我想講係唱個反義嗰種。你講咩啊？係唱抗議嗰種啊？我想抗議啊咩啊？明年會聽係唱一開始嘅感覺。做，一見到講按到試看嘛，我後尾嘛想，可能你係咪係好機會？誒對我嚟講，因為你啊抗議佢冇乜個人會聽啊，係有3年，錯，因為我哋想我試看。結果我記得講好啊冇，你禮拜5，我哋練團嘅禮拜5嘛，就講啊冇禮拜5你來看一下，啊我睇一到我一去我都想講畏縮縮嘅啦，你啊哦，做乜都弄人家，好壞哦，我內心個小劇場嗰個啊是招咧，你是冇半人聽到冇半人點注意。我要點注意。我就想啊，弄人家啊，人家以為當奇怪冇，錯啊。結果我同阿妹講，唔係啊，你可能跟底部青色，你就是主角啊。我講好啦，沒事的啦，個人會唔會太搞咗抗議嘅有冇？唔過我真係愛多一咧這個聽眾的立場，我同民歌賽車嘅音樂吼，其實我幾件當久冇嗰種可以聽音樂
有那种左右摇摆、产生共鸣的感觉。有哈，真嘅呀，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它有懂得后堂的歌曲，但是无见得会天天想要左右摇摆，想要弹两边就走得天天冲，这种感觉会无穷用的，是可以让人家有一种很融入的感觉。所以想请团长同他来分享一下，你知道民國吹茶一張樂團嘅曲風係用版嘅曲風？應該算係員工嘅80啦。因為應該是從開始都搞搖滾樂嘛。對。我團大部分搞搖滾樂開始。對，民歌。沒講像你們的講，你們時下的流行歌曲的話，其實他們的音樂比較應該文青。按個那個時的話，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搖滾東方快車的影子。那種感覺，或者是 Beyond。對。以前嗰個時套嘅音樂大部分仲係安尼。幾簡單，佢咪當七隻。对，然後主歌副歌很清楚。錯，唔好講出你媽你唔分唔清楚嘅段落。然後好唔易來嘅種感覺。係啊，跳落機咪唱2-3個月唱唔完。不怕得罪人哦。好啦，鼓手還有動神奇嘅部分，會同大家來小嘅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。大家又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好音樂，也就樂團哦，也真見我對同時來嘅全部團員全部講大埔腔出嚟一種新專輯，同大家來好好分享一下。接下來嘅節目地度又有新嘅成員來加入咯，來分享建志分享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民國吹車吉他手，還有建志。建志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好好分享一下。其實我同企劃啲嘅選稿嘅時間，我就講，也就基本嘅福起來嘅訪問，因為佢都團員總共53人，還有一啥等下會出現，總共53人，來上節目嘅得3人全部大埔腔都當好。全部都講大埔腔，韓國因為佢哋嘅樂團就係寫東西大埔腔嘅音樂，做自家本土嘅音樂，去俾大家來聽。故說我就當初來問啊，這個建志也下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來講一下，你到怎麼嘅講時會加入也民國吹茶也個團想到愛做客家嘅音樂，你嘅感覺係乜嘅？就像以前個。出社會嘅時啊，就像以前我個冇教，嗰時都彈木吉他，就出社會嘅時候，一段時間冇嘢想做一件事情，就這樣冇做街頭藝人，搞那種，個將來東西涼啦，本來都可以裝個片，將來東西涼，搞呢個後背個女人牽線後背時到做個就人家團長，後背個嗰時就東西嘛，跟我哋做決議，到差唔多個開始成立民國吹茶嘅時，就冇話講，你來教下冇，係啊，講教乜㗎？教客語歌啊，係啊，講好實得啦，冇教過嘛，就我叫我教下，一個調啦，教到你啊。用幾多年咧？差唔多4年，差唔多吧。4年咧？4年。民國吹茶有個團成立到也下幾多年？其實你當年嘅呢，唔過你講，後尾完全轉做抗議嘅係後尾幾年。後尾也按多年，剛開始完全做客家話、客家歌。其實我知道，我全部用來做客家歌，咩係輕無簡單的一件事情，因為像應屆你按後生，你嘅同學有人。比如講對音樂有興趣，唔過其他都應該都冇行，就是自家模擬嘅鴉片，錯冇？較少，咩係有啦，唔過較少，你們有嘅咩係像安尼車教啊、車窗啊，係啊，錯啊。對，會知道做客家嘅親難冇？就還好咧。厲害呢！人講吼，唱歌都係講法嘅延伸啦。對。女權講法，就你去解釋。我發現一個事情咯，就是講，點都是抗議歌啊，乜個種下死的。用慢講，乜個種下死的。就是，是上係到，唔比較是女權講法，
他很多按你写了个狗屎去了，可是模拟用过。我知道了，还讲按下反应，可能想这个画想写的够漂亮吗？嘿嘿嘿嘿。按人工下卡发讲好，你就老 M 品从时讲爱发下出来，就是按用的感觉。嘿，较自然是。哦，哇，好像稍微可以理解了耶。当嘛不是人用过的呀，对吗？对啊，反而更宽广。对，但是像因为人家就下巴都讲到同好，应节一开始人家嘅下巴，迄本来就按好，也係講咩係由學轉來嘅。像應該係安尼講嘅，細漢時係我外婆帶學。嚇，外婆就會粵通嚟講，粵通嚟講卡。嗰時嘅時代咯，我時代硬講，愛用卡講。結果我上差唔多高中吧，大學我去諾貝讀書嘅時候啊，冇兒童嚟講，我都唔曉講，唔記得完全講。係一來民國初時，佢同我講，你抗議啊學啊，我都唔曉講啊，學啊，我講好啦，我哋到嚟啊，我就會講卡嘅講卡嘅感覺就天天成長。因為我談中國嘅時間，我談你嘅發音，我係。談到你喺下巴喺講到同好誒，嗰種誒當上每日啊問題，你喺調試去好也喺講本來就講到同好，嗰種唔所以下後再個前加到其他嘅團員來學進來。錯。哇，幾棟強呢？到日下佢下後上咗去講到暗號。佢都叫我白下嘛要所講啦，有時可能就咁媽媽講天花啫嘛，唔係講康。唔係講卡。哇，啊楊清河，我就想講用東西太普客法全部都講到暗號呢。講康姨媽，你個好媽。啊，太一堂唔是啦，甜冇錯，甜冇。媽，你個好媽。對，嗰時候人家還有談到個音樂有個音節同清亮同漂亮的這個嗓音，因為啊，佢唔單唱係漢人，佢嘅另外一半嘅演員係人哋台雅。泰雅族。對，係泰雅族。錯。嗰時候真嘅，我知道團長都唔會請嘅，請到一個嗓音暗講。衝到暗號嘅女主唱，東西都冇人懂，以後套唔誒，阿你講，係啊，咁啲哦，嗰種藝相信大家聽到董上而來彈坤啊，佢的獻重慶用白，也還就來唱嘅呢團長建志還有應杰帶來一條，我們算是即興演唱，來一小段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一條歌曲，那麼該五月雪哦，有同法嘅五月雪。好，來。安尼從我討論非語感言，各位開始。好。非語感言有同法，改變了山河，越難多安農業唔同呢，我從這邊這邊經驗就經驗，從你前面去分辨，也很極限，我從這邊這邊經驗就經驗。真的，因為我知道，跟現場嘅感覺冇共用，而且我看到人家的那個三傻人默契超好的耶，真嘅哦。咩人都拜你咩？係啊，就你拜不完嘛。哦，本田媽係嘛？拜不完嘛。係本田媽就錯嘅。彈到你個門口彈緊乜嘅動作？哦。唔過一個佢人家有談到這個應節嘅歌音，感覺佢係一首情感當豐富嘅歌曲。幼童話呀發音呢，其實大家就知嘛，幼童話應該講算係當代表客家一種話。大概嘛個幼童話字全部就同客家讀腔下。唔過人家都寫嘅也幼童話，佢嘅意思。以前同人平常時談到有種話按講啊，到山哪當歌啊，一類啪啪嘅感覺冇乜嘅共用。分享一下一條歌曲。呢條歌嚟講法，原本咯年輕嘅講寫咗有關於幼童話嘅歌啦。嗰時我都寫下時有想講，但係呢種花旦東西都寫下嚟咩？係啊，從我呢度聽嘅時嘛，就是一類啪啪。按我想講，那如果跟他加一些不一樣的故事元素。拄好嗰時就如個想法嚟講，頭以前是拄好嗰時抗日嘅時啦，好，有個年輕的將領只有19歲，
然后他的新婚妻子，即将结婚了没？还有叫做去相见的没？所以相见虽然讲他打败仗一直往回退嘛，他曾经有一天就是回来转移脚卡，还看见本娘就迄个啦。然後日本又介公司留落來，冇個去打你冇啦。其實講真的，佢帶多年出去咩？青梅家年輕的將領都推到八怪三公司去了嘛。那個故事就寫到講一個時空的一個穿越的感覺。你講，你見你後生嘅時，還冇結婚嘅時，個幼童派同佢哋苗栗來講嘅話係，算講打不打講得到啊？佢一定有帶嘅本娘去看過。他們可能在油桐花下，然後可能有許一些承諾啦，乜嘅。然後過來佢都冇看到咧，佢冇看到嘅男人嚟嘛。譬如講，佢可能按當年過去咧，油桐花你們按當年的話按鬧年，佢微笑，你們按鬧年按很濃咧，把這個愛情故事寫進去裡面，就變音樂寫。不錯，也仲係咁講嘅，知道做得老客家歌，自家母語嘅歌曲，真講連接咱個以前嘅意義，真嘅親貼撇咯。故說來問一下，建志妹有空下來參加創作，從冇？創作？對，創作嘅部分。我做咗都打呼摸魚。對，我啦。對。也是有參與這個部分啦。對，那就是在都講語言這一塊，我當然是會比較薄弱一點。再就是我會就是都該旋律性的部分，我可能講哪個地方我可以用什麼方式，因為音樂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玩，對，因為是樂團，對一個團體，那我就是會大家配在一起之後，我在想說我的部分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去做鋪陳，然後開始讓音樂更有一點不一樣的情緒在裡面，對，讓音樂更升華一點的。對，因為顏色也係一個實力很堅強嘅樂團。大家聽說感覺都有一項以上嘅專業。剛剛建志還會負責唱歌，雖然今天團長彈吉他，建志還要負責和聲，對不對？故說也真嘅係一個親貼片，係個親有才情嘅樂團民歌吹茶。等下還有另外一位團員會同大家來分享，會同大家來見面咯。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。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民歌吹茶樂團，呢親民一個團員哦，隱藏版人物來了，來分享君偉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民歌吹茶樂團嘅故事君偉。分享君偉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君偉同大家來講一下，你咩係東西客家人，東西客家人，東西客人。按樣版一開始會加入呀民歌吹茶樂團。差唔多24年前啊，都變柯少哥變咗兩個引導搞樂團嘅。按叫以前。以前係16歲嘅時，高中嘅時，引導搞樂團嘅。搞到差唔多可能有10年前嘛，差唔多。都解散了嘛，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啊。我都無限泡出嘛個，都見到你2023年嘅時，柯少哥就給我打電話來，佢講打電話來，佢打電話，我講當橋無看到佢電話號碼，佢就打啦，我講中華介叫佢講，仲係2晚我都搞個寫個客語歌曲，成為推廣緊自己母語啊呢，以前係搞華語嘛，搖滾樂團嘛，我講推廣母語推廣自己嘅語言，都唱嚟推廣自己產品啊！我就好啊，我就講好，望我都終於試講過人哋啊，都見搞到差唔多2晚3年嘛，3年咧。佢說君偉嗰陣時咪係轉到東勢啲嘅東勢工作，就是做泡菜，那個時候已經回到東勢了。對。轉來東橋咧。對，唔過我沒知道這個很衝突哈，因為君偉同講今日帶嘅動作泡菜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其實你呀哈，就係除咗故事以外，另外一個工作就是做泡菜。錯。係爸爸媽媽嘅頭擺嘅事業，你就轉來接屋企嘅事業。算係。
差不多听音乐都本来我都诺系做乐器公司，我都爵士鼓公司啊，有嘛头乐器行啊，我搞埋搞打鼓啦，都是先后一起朝着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在做这样子。寒暑时节就当上会做鼓手。差不多。啊，以前人都讲，莫啦读书好啦，莫搞改啦，啊，我都坚持去搞的，硬强的。唔讲莫，我都来做。都呀哈，都等于讲一切都同鼓同乐器有关系的工作。太巧。很棒哎。都跟先生讲，我一定要去爵士鼓公司上班。他都请啊，请东球，终于被我找到哦，哇，这有一个很潇洒的照片。那个就从头那么。以前的事。哇。学校跟高中同学是以前的事。好热血哦！鼓手也53年，团长玉良哥、军伟哥，还有我刚刚建制还有应杰，也53年就会呀民歌吹茶乐团嘅全部嘅团员，大家全部都看过，因为应该要旁睇細冇辦法，然後53年，叫下寫到嘢，啊唔過家就其實做到順吼，叫下堂弟，叫下來分享一種專輯，其實剛剛有講到5年寫嘅條歌曲。韓國有另外一條歌曲，我知道咩親有東西彩體嘅密匙，就會按到阿公嘅相片。阿公嘅相片有條歌曲，佢係一個樣板嘅故事咯。講到阿公嘅相片之前，先講你個活動啦。其實我哋一家狀況要攀你講到鬧新年嘅發圖。因為我家玉良細漢時嘛，天満講嘅泰國嘢時，我都會去廟行鬧年咩。迄波都講工商發達了迄啦。生意其實呢冇嘛好，講過年時帶到不卡了，去包括紅包兩都出去了啊。按個差不多11年前，恁開始都攀你講到鬧新年的發通，自家發起。自家攀。自家攀。啊，鬧新年會做乜嘅？啊都，那種鬧年那種來啊。你看現在不是個國小小朋友出來表演啊？係啊，用唔到風險。家己乖乖出來，太年初一就出來表演啦。出到東西呀片來攀入嚟鬧新年嘅發動。第一個有一段時間，有嚟鬧新年，可能後生人就出去鬧杯嘅，一片冇鬧嘢咧，鼓手大家就出去鬧杯。鼓手人就去攀入就發動，本而再個鬧嘢起來。係，因為老人家都咁講，你咪嗰時就講吼，過年以後即係冇嗰種感覺，嗰種氣氛嘅啦。啱你講，我冇嗰度撞到物價，你冇反對就好啦。因為唔會用到路咩，你到路會動到你啦。比如路行嘅。表演啊，還有個有的傳統的這種攤位，你們準備到來，像捏面人咪就，捏面人係對台北來。哦，我咪想去搞。對啊，你講係個捏面人個調解來，個老師我哋講吼，唔但賣冇3000塊，我哋講補到位來，錢講補到位。啊，你有啲錢都係自家去請來嘅。招我總在地有當到個贊助啦，總民贊助啊，還有一些相關公司啊，都在地生發咧，啊，叫做共襄盛舉。贊助這個活動，前面2年嘅時間，我自家出錢啦，嗰時冇要招。啊，我爸看到我叫我都笑啊，講到講冇裝啲你會冇嘅，你2天就檢驗過了幾多，我就笑啦，都講冇講埋。啊，第3年嘅時候，我就要喺咁在地嘅新生國小，甲校長講，喺講帶攝影出來表演。因為唔今年喺個狀況嘅該國小嘅話，台灣好多狀況嘅攝影都偷啊，係啊，啊你泰國年嘅時表演不是該爸爸媽媽看，係啊，你有冇咁模糊？在學校學的才藝可以在那個時間展現給你的親友看。對，不然就平常上課的時間，啊爸爸媽媽上班又看唔到。有的可能 YT 嘛，對。啊，其實呢，我們其中有一個項目哈，就是在一個紅磚牆上邊，我有搭個相片，個相片我哋幾年頭天哦，我哋翕我哋總面咧，都有生活嘅點滴啦，啊種翕。你有得自家翕嘅？我自家翕，啊，家己寫出來，啊貼落個紅磚牆，本來經過是香港經過是在看嘅。啊，就有一年因為到除夕夜時都準備工作嘛，細胞甲破年後就冇得去開始準備，啊，到過年嘅時候就該寫下麼，佢就顧到個船哦，當變個條相片，變咧，我就講啊，佢可能係看，啊冇乜計，我就變看，啊，佢後尾就最後請嚟，就甲我講，冇話講啊，好似個條相片係咩年齡嚟啊？講係啊，佢講啊，呢相片顧個條呢還有拍嘅冇，我講。還有都冇拿出來，喺度點紅啊！啊，對我嘅媽嘅人咧菜起來煮久啦，哦，嘅媽就講佢嘅孫，佢講結婚哦，過年前過先嘅啦，
记拄同外地退休，记上记得2020年的时，头甲白相包就看到结婚的相片，记干妈讲，甲都是今日3个人同庙底部拜下，记啦，干妈还有结婚3个人都拜下来背影啦，个人都讲好人天晴。哎，因为一定都会有电脑存档嘛。对。毋过你知做침冇个种。毋过希望我哋침几暗之后，我哋침到一种，今拜拜牙了后行出来是结婚格嘅卖正面照。哇！我个写出来，个写了条阿公嘅相片嘅果不记啊。同感同意呢。佢看到佢冇見叫啊，用佢掛喺房間。我知道楊慶忠有個係也係東西人大家嘅記憶。係。就都記者發通地圖，然後都記者發通地圖嘅相片看到自家嘅烏卡人，上癮嘅烏卡人，嗰種情感同人嘅感覺。有的人當叫冇看到嘅，佢上到時貓眼兩眼咁樣拖相片講，你係咁樣嘢相片寫不記我唔怕，哪。你看相片就等於也是記憶的點滴啊，當年的翕，你嘛12年咧，所以講頭擺相片做啊很久，係嗰度記錄做啊很久咧。按久嘅時間咧，有12年也就啲嘅繼續拍也就發通，坦白咩希望繼續來也就發通拍下去。對，其實我知道真嘅也就樂團真嘅睇啲片，甚至也這個轉型嘅。蛋糕還有，因為係吹茶嘛，所以下面有個價目表然後很誠實的老價錢下都送去送杯，真嘅係350塊係冇？係啊，350塊，好可愛哦！就算話要喺台北先你梗好嘛？對，就親有嗰種民歌賽車。整體嘅風格就都地度，還有3層肉，有愛啲愛不敢買豬肉誒，嗰時候看到也親熟悉嘅感覺。對，嗰時候也就七甲周比一咧董事誒，算是我們的駐點樂團。上來駐點樂團係乜嘅意思？樂團就樂團啊。其實人董事吼有當到嚟音樂嘅人才啦，其實仲係北部發展，吼，你個人講嗰邊係有機會啦。我因為講，我係寫係一個故鄉，一個在地的故事。你只有在裡面生活，你才有辦法去記錄。所以我基本上我是去龍馬表演，目前我們發展，我們都跟永遠都是留在東勢這個地方的。因為我們必須要去做一個記錄的人。對，但是每次都有團種，韓國有2個，人家兩兄弟哦，從青後上開始就開始搞樂團。搞樂團啊，就是會有一些，那我們講以前搖滾樂啊，就會有一些裝扮，頭擺都要青傳統嘅要董事要山上哦，都要到裝扮，會知道有一些用個社會本大家看到知道咁奇怪嘛，有愛人嘅講講哦。長開嘛咧，我以前真係開始都教嘅時候，我呢個台中市嘛，我就唔係當然咪到台中讀書，講緊會嘅資訊較發達啦，所以講唔作生冇可能做按圖標啊，咁啊，以前嘛掛到手機。你現在算收斂咯。收真多咧啦！那嗰陣時還掛戒指，係啊，褲嘛爛啊，個要做個阿拉丁嗰種啊，破褲，係做個阿拉丁咁綁橋飛用啊，尖尖啊，尖頭㗎。那個懂演導呢？你個點二冇似嗰種嘢。阿啲攞杯做到按呢，做人都懂事喏。落公車時，個阿婆看到個，哎呀，嗰度唔知乜嘢嘅拉啊，按鹽磅啊，冇錢我買褲啊，爛到按太窮嘅講冇辦法，從下嘛嚟啊！誒，我一落車，公車一落車啊，當時一噗噗噴。啊，真嘅啊，抗議來。係啊，抗議來唱狀王爺咩？係啊。好啦，請等一下，同大家來分享有陣樂團，請問下是係咩當中意夾到嘅歌曲？簽名呼起卡拉 OK， 我們請大家攞嘅白板拿起來，還個白板筆拿出來。我們一個問題就好。團員低度慢熱，脾氣最不好。好了，我們。旁邊我聽到有嗓音貓，應杰跟我們的建志感覺反應很大。好了，1、2、3，請翻牌。完全沒有懸念，就是應杰。因為應杰清黑有嗓嘛。對啊。鼓手就都不給講法。脾氣清白咩？脾氣清白。馬有清太上。馬有清太上。有人流血。有人流血哦。唔過佢就等一下啊。係啦，對不對？停工我是一停工啦。哦，懂停工。哎呀，唔好咁做啦。
真正經，嗰時候吼，千定人下嘅一個樂團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啦，就靠贏到一題就好誒，時間唔拉誒。嗰時候希望大家今日有閒看認識一隻民歌賽場樂團，韓國分享大家來參加到嘅音樂，同大家來好好分享今日什麼民歌賽場樂團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謝謝羅拉。咩什麼各位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，停下來做運動哦。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？我記得啦，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，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，記得我分享出去哦。